想喺澳門遊船河，有專業攝影師幫你影相，仲可以親手做屬於自己嘅 mini CD 鎖匙扣，一齊深度遊覽同打卡澳門啊！報名費只需要澳門幣100蚊，最後仲有85蚊嘅現金消費券添，咁抵嘅活動一定唔可以錯過啦！行程會喺媽閣碼頭上船，大概有1個鐘左右可以遊船河，俾你喺度慢慢打卡同睇風景。船上面仲有專業嘅攝影師幫每位影相，而呢張相就會入翻呢個超可愛嘅 mini CD 鎖匙扣入邊，超有紀念價值啊！落船就會有專車去到工作坊噶啦，大家可以親手 DIY 屬於自己嘅 mini CD 鎖匙扣。報名嘅時候我就揀好咗首歌，然後將啱啱攝影師喺船上面影嘅靚靚相再 DIY 一下。就算係朋友、情侶或者一家人一齊嚟 DIY 都超溫馨噶，勁值得收藏。呢個活動只係需要澳門幣100蚊，而且仲有85蚊嘅現金券俾翻你，可以直接喺康公夜市或者周邊指定嘅商戶消費。附近仲有澳門百年老街、10月初5街，呢度有好多百年老店值得你去行下噶。附近有啲鋪頭仲重新翻新咗外牆，變成唔同顏色嘅彩虹屋，仲有呢啲塗鴉牆都好啱打卡啊！成個活動真係好抵玩啊！快啲約埋你哋啲老 best 一齊嚟 design 屬於你自己嘅 mini CD 啦！